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国瑜。今天开这个记者招待会，主要是最近杨慧如网军的事件弄得满城风雨，大家沸沸扬扬。杨慧如网军在网络上的霸凌，造成一位优秀的外交官自杀身亡，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来网络霸凌居然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本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上帝说了算。现在没有想到网军说了算，所以这一次杨慧如网军事件，我们觉得我们对于每一位网络使用者个人的资料保密，已经到了要面对，而且立刻开始加强。韩国瑜这里主张，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以后任何人的网络资料绝对不可以被其他人来用非法的手段来窃取、来获得。我觉得这是在网络发达时代，我们对每一位国民朋友做出了最基本的保障。各位好朋友，今天这样的一个公约声明，代表我们的决心。我们一定要让网络的世界是在一个纯洁、守法以及可以自由发挥意见，但是绝对不会有个人资料外泄的嫌疑之下。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我们台湾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网络的空间，人民可以自由使用网络，不会害怕被自己的资料被窃取。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容我把它原汁原味的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抓一个媒体报道写得非常清楚的啊，我念一遍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再跟网络上面现在疯传的这个留言比对一下。这媒体写说，这个媒体是我觉得报道是客观这个完整的。张善政说，生过小孩当过父母就知道，父母最在乎的是产检有没有问题。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没有结婚不是罪过，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他不知道这个心。在乎的是产检如果有问题，后续医疗应该如何处理。我再念一遍关键的几个字啊。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没有结婚不是罪过，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他就不知道这个心。因为我们在讲我们新住民到台湾来前6个月没有健保，但是如果怀孕了也是没有健保，我们要改变这个政策。所以呢，我们认为说新住民来台湾前6个月没有健保，可是怀孕了，我们应该给他健保。那蔡政府当时的回应说，哎呀，现在产检已经有补助了，所以不用去给他健保。大家知道这回应什么吗？重点不是有没有产检，重点是产检检出来有没有问题，这是父母在关心的事情。所以我再念一遍啊，容我大家念一遍，因为我觉得网络上面断章取义啊，已经到了霸凌的地步。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没有结婚不是罪过，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他不知道这个心。所以呢，蔡政府回应说，产检已经有补助了，为什么要给他健保？很多朋友看了现在网络上的很多，我要说，昨天我讲这段话以后，被断章取义，说我歧视女性，铺天盖地的，甚至有很多脸书上面的不认识的人都来说，张善政，我们周围很多人觉得你讲这个话，歧视女性，我们觉得对你非常失望。我要反过来讲，我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去照顾到这些已经怀胎的这些怀孕的父母，关心子女未来生出来以后的健康，而不给他健保，我要说我们在歧视这些已经怀孕但是没有健保的新住民。这位媒体朋友，我觉得我非常对你讲的话非常回响。韩国瑜被黑了好一阵子，现在张善政出来了，要找我的黑材料好像不太容易找，所以从我讲的话里面抓这些这些各个单字把它组合成他们要的这种黑我的语言，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韩国瑜讲了100遍了，希望有一个干净的选举，可是现在完全没有看到，没有政绩，只好在选举的时候拼命打负面牌，让我们非常痛心啊！谢谢。